早晨，大家好，我係阿輝，相信大家都有睇過東張西望，大家係咪成日不知不覺間就會睇到去一個賣廣告嘅時段，然後就有好多 product 去推銷，例如腸道唔暢順，我哋就可以食咩益生菌咁樣，或者瞓醒有水腫，我哋就可以食咩去水丸咁樣。所以喺今時今日呢個社會，我哋無時無刻都成日聽到有人講要食啲乜嘢可以補啲乜嘢，肝有問題就食護肝寶，腎有問題就食啲咩補腎。先唔講佢背後嘅商業動機，但其實我哋從來有冇諗過點樣可以整體去改善體質。當身體可以強壯，我哋只要均衡飲食，營養就已經足夠，自然唔需要花錢去左補右補，咁樣先係長遠嘅方法。但係今日呢段片，我想講嘅重點係想探討點解有啲人咁鍾意買呢啲保健品、呢啲產品，背後嘅心態又係啲咩呢？如果你都係有呢個心態，你就要小心啦。成日想要買保健品去補足身體健康嘅人，佢哋嘅心態就係想借助外來嘅呢啲補品作為特效藥嘅功用，然後就以為我只要繼續食呢啲保健品，咁就可以一勞永逸，唔需要再煩惱好似高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等呢啲嘅問題。冇錯，你食呢啲藥或者保健品，佢就好似 magic 咁樣，起初指數會變得好靚仔，咁你就以為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但係長此落去，你嘅身體就會越嚟越依賴呢啲保健品，反而本身應有嘅功能就越嚟越唔識得分順。最後食保健品喺不知不覺間就變成咗呢一種嘅習慣，你嘅身體從此就再唔識自己正常運作啦。咁你可以話我只要指數一直正常好靚仔咁咪得咯，咁有咩問題啊？問題就係呢啲指數上嘅嘢好可能只係保健品俾你嘅假象，就好似女仔自拍好鍾意用 filter 咁，個個都可以拍到網紅照、美若天仙。但一落咗 filter 咧，就即刻打回原形。其實大家都心裏有數，究竟而家你係要啲指數健康，定係你要身體真正嘅健康？究竟我哋食呢啲保健品係咪真係幫到我哋身體器官功能可以回復正常呢？定係只係一種數字上嘅假象？一旦唔食呢啲保健品，係咪會立即打回原形，甚至更差呢？呢啲都係我哋需要思考嘅問題。所以千祈唔好以為指數做到好健康，你就可以理直氣壯咁放任自己每日大魚大肉、熬夜、劈酒等等，以為之後啪返幾粒呢啲保健品就可以搞掂。其實呢啲只係自欺欺人。再者，是藥三分毒，所有呢啲藥物、保健品都係經過後天加工製成嘅嘢，非必要我哋都唔應該用。呢啲保健品因為唔係天然嘅嘢，落到我哋個肚嘅時候，都需要身體逃出額外嘅能量去分解，亦需要我哋嘅肝臟去分解佢嘅毒素，仲有其他器官都需要額外嘅工作，無意中增加咗身體嘅負擔。其實我講嘅食保健品唔單單係指嗰啲市面上可以買到嘅一樽樽嘅保健品。如果你嘅心態好似上面咁樣，無論你係去診所求醫，定係做其他唔同嘅療法，又或者調理、針灸等等，個道理其實都係一樣。舉個例，假設我哋而家唔食保健品，我哋想定期去揾醫師針灸、拔罐、推拿等等，做呢個調理，幫助身體回復健康。但係如果我哋只係着重呢個療法可以幫到我啲乜嘢，可以幾多個月就醫好我，咁就等於我哋用錢去買一個產品，而希望呢個產品可以換翻健康俾我。而今次呢個產品只不過係療法，而唔係乜嘢補品。名稱而已，本質上其實同買補品嘅心態係無異嘅。所以如果你認為健康係一種產品，花錢就可以買翻嚟，咁無疑你就係用緊交易嘅心態看待你嘅健康。咁以交易心態嚟補足健康有咩利弊呢？上面都講咗好多啦。簡單啲講，如果我哋想要快捷方便，只係想靠外來嘅嘢去做，好似藥物啊、保健品等呢啲去補足健康，以為只要我哋不斷食呢啲保健品，咁樣我哋就可以一勞永逸。咁好快，我哋嘅身體器官就可能會被養壞啦，以後就從此都唔識再正常運作。呢個就係方便快捷帶嚟嘅弊處。相反，善待我哋嘅身體本來就係我哋嘅責任。
我哋嘅身體係我哋嘅好朋友啊！如果你當你嘅身體係你嘅朋友，你仲會唔會成日叫佢開 OT 啊？我哋想要養好我哋自己身體，整體咁去改善體質，以致身體能夠回復健康正常。呢件事當然係唔會方便快捷啦，亦都係好花時間同精神嘅。但最後你會發覺呢件事係好值得你咁樣去做嘅。最後我用一段中國歷史嘅教訓同大家去理解，當你用交易心態希望靠買補品嚟回復健康，其實係一件幾咁危險嘅事。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中國歷史上面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最後導致明朝滅亡嘅事。當我哋長期靠食保健品或者藥物嚟維持健康嘅時候，其實佢就好似一個國家長期只能靠請外援幫忙嚟對抗外敵咁樣，長期依靠外援，過度依賴，最後就會喪失自主權，一反過嚟就會被藥物或者保健品蠶食翻轉頭，我哋身體就會兵敗如山倒。後果係點？大家睇下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就知啦，後患無窮。所以呢個世界係冇免費午餐嘅，亦都冇啲乜嘢係可以一勞永逸，只有選擇同風險。要點揀就睇個人嘅做法啦。好啦，今日我就分享到呢一度，下次再同大家傾過啦，拜拜。